男人唔壞，女人唔愛。壞男人點解好似咁有吸引力呢？其實呢度嘅壞呢，並唔係指道德上嘅壞，而係一種獨特嘅魅力。佢哋通常呢好自信，甚至帶點叛逆，讓人忍唔住想去多了解，甚至乎去征服。佢哋呢唔會刻意討好別人，有時候顯得有點冷漠同自我。但正因為呢種嘅真實感，反而讓人覺得有種可靠。但你有冇發現，壞男人嘅吸引力往往只存在感情嘅初期，因為新鮮感同刺激呢會讓人心動。但一段長久嘅關係，還是需要尊重、關心同共同成長。女人愛嘅唔係壞，而係壞裏邊嘅真心同心情。你喜歡壞嘅吸引力，定係踏實可靠嘅穩定感呢？留言或 DM 分享你嘅想法。